愛情通常由單純開始，往往卻因為複雜而終結。高海拔之戀 ，Michael 同阿秀嗰段愛情故事，我哋其實寫得比較含蓄啲。我死了很久。其實係講咗兩個失戀同埋寂寞嘅人，大家去扶持對方，而喺嗰個過程裏邊產生咗一個愛意喺度。喺呢個劇本裏邊，佢好着重等待嘅感覺。咁其實係講緊一個女人佢對愛情嗰種堅持啦，因為老公唔見咗好多年，但係佢一直都係懷抱住佢希望繼續等佢老公。佢最衰就係話，即使你堅持都好咧，冇人話俾你聽幾時到嘅，半年、1年、2年、3年、4年，人就係咁，冇咗嘅嘢放喺個心度，放唔低，困死自己。古仔佢自己都經歷咗個愛情嘅失敗，佢嘅老婆走咗佬啊，即係突然之間唔要，連一個天王巨星都唔要啊！加埋隻豬，愛情都有兩種喎，有啲你會喺個大城市，你無可避免你要計一計數先。咁但我相信有啲愛情唔係好計較，譬如好似戲裏邊唔係天王巨星，我就一定會中意嘅，反而係真係愛情。我諗呢個對於一個男仔嚟講，嗰個自尊毀得幾強勁嘅。其實個天王巨星全世界都知道佢一段咁失敗嘅愛情，對於佢嚟講個傷害都好大。我遇上咗阿 Sammy 之後咧，大家都好有同情，曾經想試過開始過，但係去到大家冇辦法忘記另外一半嘅時候，就卻步咯。我跟你翻去，你走啦。我嘅先生佢遇難嘅時候，對我嗰種愛其實一路冇熄過嘅。我又點可能放低我老公去愛上天王巨星呢？嗰場戲我非常之喜歡，拉古仔嗰個當然辛苦佢大隻過我咁多，但係我好中意嗰種爆啊！我睇翻 playback， 我自己係有毛管動。呢個戲一個好簡單嘅愛情故事。如果你深入去理解嘅話咧，對呢個感覺會強啲。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劇本，可是結局是不是真的要這麼慘？事實係咁，愛情無色、無形、無味，又叫人覺得又甜又苦又激氣。